即马已经变作是咱家庭的成员。即马有兽医师工会就来提出讲，希望会当甲 COVID-19 的药啊来提互这些动物来使用，降低死亡率100%的猫传染性白毛炎。狗仔、猫仔，毋但是宠物，更加是家庭成员。若破病，主人拢真着急。尤其是猫仔得到 FIP 猫仔传染性腹膜炎，除了死亡率100%，佫会发烧烧甲真悬，胸腔腹内积水是真痛苦。透早立委甲兽医工会含团体代表提出兽医用药困境，为猫仔请命。真的没有药不能医，那现在有药了，还没有办法拿到药去医，这是痛啊。那可不可以开放出来？真正把关的是在我们都兽医的手上。这个瑞德西韦跟莫拉皮拉韦这两个药物，目前使用在治疗猫的传染性腹膜炎上面来讲，是一个很大的帮助。兽医团体表示，原底美国药厂研发的 FIP 治疗药物 GS441524，因为新冠疫情爆发，就暂停甲这药申请成做正式动物用药的流程。目前，敢若英国甲澳洲允准兽医合法使用。那结果，甲新冠用药真成的瑞德西韦和默沙东药厂的莫纳皮拉韦，拢对 FIP 有真好的治疗效果。兽医团体希望会当伫现有的护性管道之下，提供给动物使用。瑞德西韦或是说莫拉皮拉韦是不是可以用在猫咪上面？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疾管署的一个权责，还是要借重于农业部这边看看去评估。瑞德西韦或者是说那个莫拉皮拉韦的部分，好，那我们署里面这边我们有一个平台，就是跟食药署还有相关的专家有一个平台，可以来审查评估是不是纳入我们的暂行品项。防检署也表示，针对 GS441524专案进口，已经请驻外单位协助了解英国、澳洲对这药管制状况，讨论要安怎合法进口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